大家好，今集內容咧主要就係講下市場嘅圖表分析同埋有啲乜嘢嘅潛在交易機會嘅。開始之前講下呢一個免責聲明，本影片內容純粹娛樂用途及本人鳩噏，並非任何投資建議或投資邀約嘅。好，睇返大盤嘅情況。睇咗納指先啦，幅圖有少少花，不過 OK 嘅。大盤呢一度升咗一浪之後有少少回調，跟住再嚟一個更加深度嘅回調。雖然呢一個嘅跌幅咧大約只係得5%，但係好多股票咧已經係回吐咗升幅，大約係10至20%㗎啦。特別係啲 high beta 啲科技股。之前呢一浪升得特別急嗰啲咧，已經回調咗好多嘅升幅㗎啦。佢幾時係反彈呢？咁我睇翻周線圖先啦。一般健康嘅市況咧，都係沿住10週線上升啊！你有冇留意啊？例如呢一條係一條呢條白色嘅線係一條10MA 啦，唔知睇唔睇到呢個比較淺色？10MA 健康嘅升市咧，佢係唔會跌得穿10MA 嘅十週線嘅，呢個係週線圖啊嘛。而股價咧升咗一浪之後，佢今個星期已經係回到10天線嘅啦，同埋呢一條嘅上升軌啦，去連成嘅。咁佢週線圖都回到呢一個嘅多重支持區間啦。仲有一樣咧，就係呢個嘅度一度先，回撤幅度咧，去到呢一個0.786嘅水平，預計咧有機會有一個支持啦。我亦都估計佢係呢一個回調已經接近底部，或者係距離底部不遠，即係反彈係隨時可以發生嘅。睇埋納指啊，納指嘅周線圖咧都係大同小異。你見佢今個星期咧已經係回到周線圖已經係回到10MA 嘅啦，已經，同埋佢就嚟係回到呢一條嘅上升趨勢線咧，都係由年尾22年年頭去到25年嘅十月左右啦，連成嘅。佢已經就嚟回到啦，佢可能跌到去28,000點左右就會有一個反彈。所以一浪升咗咁多，咁有少少回調都係健康嘅回調嚟嘅。SOXX 半導體。半導體都係跟大市跌，不過明顯係比大市更加抗跌啦。呢一度對比下就知道㗎啦，半導體嗰個強呢一個板塊仍然係非常強勢嘅。如果對比其他板塊嘅話，因為你見唔見大盤呢？我錄片呢一刻，即係6月10號，6月11號盤前錄啦，而家係你見佢大盤已經係跌穿咗30天線，但係咧 SOXX 咧係仲未跌穿30天線嘅喎，留唔留意到呢一個細節啊？所以 SOXX 咧仍然係比大盤更加反彈，更加抗跌啦，我會咁講。咁我而家有啲咩嘅潛在嘅交易機會咧？我呢條片就仲會講埋一啲我留意緊嘅股票啦。我唔係投資建議，不過我只不過係講下自己嘅睇法啫。
其中一隻咧就係 CRDO。呢一隻咧就係一隻半導體嘅股票啦，或者叫 AI infrastructure 有關係嘅股票啦，係講一啲設備傳輸伺服器嗰啲產業公司嚟嘅。見佢呢一度咧係做咗一個好大型嘅底部啦，做咗好大型底部啦。去到呢一度咧，佢係有一個洗盤啦。你見唔見佢突破完之後，佢突破完之後即刻拉回，仲係好有心咁樣打穿咗你呢一個嘅。假設你呢一浪買啦，你會佢升咗咁多之後咧，佢再度突破，你會將個止損上移到去呢一個浪底嗰度啦。咁佢就好有心咁樣做咗個假突破之後，再跌穿你個止損，打穿你個止損，造成一個洗盤，搶走你嗰啲貨。嗰啲大戶咧係好賤格嘅。Anyway，去到呢一度，呢一浪，呢一個小浪啦，我啱就係講大市納指咧係跌咗係5%，但係好多股票係跌咗可能係10幾20%嘅。例如 ARM 呢一浪係 ARM，我都有炒過，佢呢一浪係升得非常之急嘅係，但係佢好快就回吐咗30% 嘅利潤。睇翻 CRDO， 佢都有跌到，不過佢好快係上升翻嘅。佢形成一個 high 啊 low 啊。我逐支巴咁樣分析啦。由佢業績呢一日開始，呢一日 sorry， 6月2號開始，你見唔見佢業績後低開低走啊？咁嗰啲有一個洗盤啦，就洗走嗰啲經驗不足嘅交易人，可能覺得見佢開盤之後低開低走就個業績一定好差啦，就可能即刻止損。呢度 shake 咗一次，第二次咧，佢係做咗個突破，佢升翻，佢盤中係升咗去呢一突破咗前一支陰燭嘅最高點，形成咗一支嘅吞噬形態 bullish engulfing bar。咁盤後咧，跟住收盤之前咧就 squat 翻落嚟，第二日陰燭下跌，再打穿前一日以為係 bullish engulfing bar 嗰啲人入場做突破入場 set 嗰個止蝕。即係通常咧 bullish engulfing bar 突破咧，個止損位會放喺當日陽燭嘅最低點，所以你見到大戶咧第二日係特登係打穿咗你做 bullish engulfing bar 突破入場嗰啲交易人嘅止損。OK，呢兩日係 shake 咗，做咗3次嘅震倉啦，或者叫洗盤啦。OK，咁你呢四日開始咧，就係跌得好勁嘅，大盤跌得好勁嘅。但係我哋對比下佢哋嘅走勢先啦。究竟點樣去發掘到呢一隻股票？點樣去發掘好似 CRDO 呢一隻嘅強勢股呢？我而家就講佢背後嘅邏輯啦。首先呢，大市跌呢係好事嚟㗎。大市跌呢，即係有塊嘅照妖鏡去睇到邊一啲嘅股票抗跌。例如 Nasdaq 呢一個嘅下跌浪呢，佢跌到去跌穿呢個30天線嘅。
佢一浪低一浪咧下跌緊啦，但係 CRDO 佢上升緊，同埋佢最多跌到去20天線就冇再跌啦。睇翻我白色箭嘴呢一日啊 ，Nasdaq 低開低走，全日大陰燭收市，跌到30天線。但係 CRDO 咧，佢係先高開再低走。如果佢唔係受到大盤嘅拖累咧，佢係可以係收市係為跟住睇埋之後嗰日啦，呢一日都係大陰燭，盤中係一支大陰燭。6月9號，佢係開盤嗰陣，佢高開，佢比前一日係高開嘗試高走，不過全日起嚟一個 reversal 跌翻晒落嚟嘅。呢一日嘅波幅係非常之巨大嘅，係可以去到5% 嘅。但係 CRDO 咧，佢都有高走，佢高走仲係突破創新高嗰種高走喎。雖然佢最後都係跌，曾經跌翻晒落嚟，跌咗17%，但係佢收市之前仲係維持緊係一支陽燭同埋10天線之上。你再睇下呢一支，佢係已經係跌 overshoot 咗30 MA 噶啦，30天線噶啦，同埋佢係維持緊一支陰燭收市。再加上佢仲係未升穿6月5號呢一支大陰燭嘅最高點。CRDO 已經係收復失地，收復得好快，佢已經係接近咗呢一支大陰燭嘅呢一日 Nasdaq 係大陰燭嘅最高點啦。再睇埋最新錄片嘅呢一日 Nasdaq 低開低走，低開之後嘗試高走，不過又係低走翻啦 ，give reversal 啦。而 CRDO 咧，佢係高開，佢係嘗試突破創新高，再係低 squat 翻落嚟。就算佢 squat 翻落嚟都好，佢受到大盤拖累都好，佢都係一支陽燭，維持10天線之上。而 CRDO 已經係跌穿30天線嘅啦，已經係。好，關於個股分析就講到呢度先。記住，唔係投資建議，只不過係我最近呢2日留意緊嘅股票。如果你想知道我更加多嘅分析咧，就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 Instagram 啦。Testing。